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30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38846例本土病例，118人死亡。外交部长国交涉国安会秘书长郭立雄拢确诊。今仔是报税最后一日，95%的民众都已经报好税了。今年用手机报税比例是占网络报税2成7。政府今年编300亿扩大租金补助，7月初到8月底开放申请，村里长会协助中介收利户来申请哦，厝厝有15000块的免税额。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38846例本土病例，中重症是有291例，有118人死亡，上少年的是20多岁年龄。另外，今仔日佮公布8例密斯氏的儿童个案哦，目前各有2个伫住院治疗。今年密斯氏的个案嘛已经计共有23例了，加这拢无死亡。咱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病例是38846哈，较昨天的数字下降7.8%，而且目前的下降看起来也是全国各区哈的下降情形都很一致哈。那今天的病例数最高的这个台中市的部分也没有超过6000例，那大概预估未来几天的这个趋势都还是会在这个3万多例左右。那今天境外移入有96例，死亡个案有118例。中重症的部分有增加291例哈，其中重症是占105例，其余是中症。死亡个案的年龄层还是从90多岁到20多岁。今天有一位比较年轻的是20多岁，没有接种 COVID-19 疫苗的一位男性，本身是有慢性的神经系统疾病，长期卧床。儿童重症的部分，我们今天是公布有8例的这个 MIS-C 的这个个案，MIS-C 的累积已经到23例，不过没有任何一个 MIS-C 的小朋友是有死亡的情形。目前整个重症78例当中，死亡的人数仍然是维持跟先前一样是20位。咱国透过 COVAX 机制买到的头一批 Novavax 疫苗504000筒，今仔透早已经送到桃园机场，会开始行流程甲检验。这批疫苗的期限是到9月30哦。有专家呼吁讲，应该赶紧予18岁以下可能会发生心肌炎的高风险青少年注这款2倍剂的疫苗。国内透过 COVAX 机制cấp批头一批 Novavax 的疫苗有50万外剂。今日早起运送到桃园国际机场，完成通关的程序了后，会来进行赛后的检验作业。这一批伊的有效期是到9月30。卫福部预防接种组的调集人李炳英伊呼吁讲，10月4会今日来审查，予18岁以下的青少年会当来自 Novavax 的疫苗，甲次单位2倍剂的疫苗，然后可以引起心肌炎的敏感族群。Novavax 的疫苗，它的保护效果也是80到90之间，它的不良反应非常的少它发烧的比例大概只有1%到3%而已。它可以作为一开始接种的疫苗，也可以作为接续第3剂、第4剂的疫苗。因为伫最近，煞咧有确认真侪件儿童 MIS-C 的通报，医师警示讲，美国的研究统计 ，MIS-C 的发生率差不多是有3%。若是照国内目前儿童因的确诊数有60万人来估计，规台湾有可能会有100个至200个 MIS-C 的个案。BNT 疫苗的研究，他们就是比较有打2剂疫苗的在12到18岁的族群下降91%打疫苗目前是所有的研究里面对预防 MIS-C 最有效的方法。医师认为讲，注疫苗是降低 MIS-C 风险的好办法，因为 MIS-C 通常会伫感染新冠2礼拜至6礼拜来发生。以国内5月下旬嘅确诊官方来甲看。即马伫1-2礼拜了后是 MIS-C 的观望期，有医师分析讲，照这个趋势来看，代表讲疫情并无煞咧下降。如果本土的数字降不下去，就代表 R0值没有在1以下，而是维持在1左右，可能发生第一个有新的病毒株比较会传的跑进来了。也就是讲，除了讲要检视目前还佫有甚物悬市的病例数，还佫咧增加。另外一个烦恼是讲。Omicron 的这个新变异株 BA4 甲 BA5，是毋是会伫国内流行？应该都要来做本土病例的侦测。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外交部长吴钊燮早起伫推特表示讲，伊确诊哦。国安会副国安会秘书长郭立雄，佮国安会执行委员陈俊霖昨暗嘛拢确诊。郭立雄的看守经济部长王美花的快筛哦，目前是阴性。外交部长吴钊燮以到以视讯的方式参加美国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举办的年度布鲁塞尔论坛，甲美国参议员莫菲等人共场，分享台湾对抗中国威胁的经验。也搁一届强调讲，民主阵营团结对抗中国威权扩大必要性。We need friends, and we need fellow democracie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ituation Taiwan is in, and to provide support for Taiwan as a democracy. 视讯论坛才结束无偌久，吴钊燮30透早就伫推特讲伊确诊啊，有小可症状，不过请大家放心。外交部部长吴钊燮是在今天30号，因为有轻微的呼吸道症状，经过快筛检测以及医师视讯的问诊，已经确诊武汉肺炎。吴部长在居家隔离期间，仍然会继续的处理公务。总统府2暗时嘛公布有4个人确诊，包括国安会秘书长郭立雄、国安会资深委员陈俊霖，还有2个总统府的员工。郭立雄甲陈俊霖症状算轻，国安会公务未受到影响。若郭立雄因看守，也就是经济部长王美花，这几天甲郭立雄无接触，快筛是阴性，健康状况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报税最后一日咯，今仔早起有未少民众是去国税局来申报。财政部统计指出讲，到礼拜有609万件已经完成报税咯，算起来大概是将近95%的民众拢已经报好税咯。去年开始哦，买当用手机来报税，今年用手机报税比例是占网络报税的2成7。民众领号码牌等待工作人员救护。30是报税最后一天，不少人赶来国税局申报所得税。根据财政部统计，到6月2日为止，综合所得税完成结算申报大约是609万件，大约占去年总申报件数645件的94.42%。台北国税局指出，今年申报情形跟往年差不多。试算单啊，今年没有接到，一直等到现在。家人通知你说，今天是报出来，还是自己看新闻？自己知道今天最后一天了。网络申报啦，这样子啊。然后我是忘了户号，所以来这边查。各地国税局将延长收件到暗时7点，除了现场申报，网络申报已经是民众申报的主要管道。尤其去年增加手机报税了后，主打用行动电话都会当认证，便捷的操作也反映伫使用率上。手机报税为去年伫网络申报占比19%，今年提升到27%。他可能会觉得说，就是希望晚一点报税，那晚一点缴税。资金的部分的话，就是可以就是在5月之前，他至少还有一段时间可以使用。今年手机报税有在新增编修功能，那我们也都鼓励民众使用，在家使用网络或者是手机报税。另外，营利事业所得税部分，到6月2日为止完成结算申报，大约是98.8万件，大约占去年总申报件数99万件的99%。109年度无分配用为申报60万件，国税局提醒民众赶紧完成申报，避免过期无报税面临直立金甲罚款。记者综合报道。政府今年编300亿扩大租金的补贴，要补贴50万户租细厝的民众哦。有下租家人7月1日到8月31日会当申请。政府嘛互村里长来协助21万1000户的中介收入户，透过网络来申请补助。厝头家哦，一个月是有15000块的免税额，房屋税甲地价税哦，嘛同款拢比较自用主体的税率。新婚的有小孩的，小孩越多补助越多。那单身的都有，所以资格很宽，所以户数最多从原来12万户，现在50万户。房东你只要是参加爱心租屋这一个大计划的，这连房东3个税，所得税免，就是这个的所得税免，房屋税、地价税减。
扩大租金补贴的专案会实施4档，申请租金的补贴的厝口唔免伫税厝的所在来设户口，嘛唔免厝主的同意，有税厝的契约甲银行铺外影印本就会当来提出申请。另外，教育部嘛增加针对18岁、19岁60岁少年人租金的补贴，一个月租补贴对1200块到1800块，即卖是增加到2400块到3600块。再来看观光局嘛，搁再推出旅游振兴方案，对7月15开始自由行的旅客，一暗的饭店上济会当补助1300块，团体旅游集团上济是补助3万块，主题乐园的门票上济拍3折哦。望讲观光旅游业的景气会使赶紧好起来。暑假都要来了，为了振兴国内旅游，观光局投入55亿的补助，7月15号开始，在国内自由行为礼拜到拜四大房的补助，每一暗是补助800块，每一人限制一届，也是符合到6个条件，像讲是住3节疫苗的民众，也是讲住伫星级的旅馆饭店内底，佮增加500块，上济每一个房间每一暗暝会当来减少1300块。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一个住房的优惠，能够在开始在疫后的时候呢，在疫情平缓的时候，能够挹注我们观光产业的营收。特色团体旅游基本团补助2万块，也是行程符合到相关的条件，像讲是3天2暝以上的行程，过来增加补助5000块，上济补助3万块。了民众伫平常日来到主题乐园来消费，这门票上济当来享受3折的优惠。民众大部分都认为讲这对着提悬旅游意愿是有帮助。不过嘛，人烦恼讲这饭店因为政府来提悬电钱，也是讲这批旅游补助，所以是来起价，颠倒是无较俗。我本来就是会去啊，但是有补助，当然就是锦上添花，可以多省就省了。你还是要去看它到时候的实际住房价格跟，就是会不会涨到一个根本就把优惠都吃掉的状况。嘛，旅行业者讲这2年疫情互因损失真惨重，即届补助讲帮助无大。嘛，本地业者虽然对着这补助是表示真欢迎，不过嘛讲最近这电钱来起价，对因的伤害更大。尤其国旅啊。真的比较难赚，人讲迄边卡久的人，唔知卡偌久，我嘛唔知啦。这是一个大力度了哈，可是我们业者都希望呢，这么惨淡的经营之下，能够把电价冻涨啊。旅行社甲本地业者嘛拢表示，过去几届经验看起来，这55亿的补助可能真紧就用了咯，也是希望政府当想一个办法来帮助因行出这届难关。记者张志勇、陈柏如台北报道。经济部嘛，甲全台湾100个传统的市场购夜市合作，对7月份开始，每礼拜3推出只要50块，就当买到100块以上的物件哦。望讲即摆疫情已经豆豆的转好，所以鼓励民众出门去消费。伫咧实在头前慢慢紧，心肝头内底拢咧叠算盘，疫情慢慢下降，但是通膨的压力不断飙升，互买菜民众真有感觉。传统市场的摊商伫咧第一线也观察到消费萎缩的状况。反正要多一倍出来了，就发现这个月的菜钱不够了。有很多人出来，他就是买一买他就赶快走了，他可能会买的量会比较少，因为疫情的关系嘛。为着振兴疫情平稳了的经济，提高民众来到传统市场消费的意愿，经济部甲全台100个市场甲夜市合作，推出半价银价的活动。7月每礼拜3，民众只要开50块，就会当买到价值100块以上的商品。台中第5市场总共有14个摊商来响应，推出主食的食物、蔬菜甲海产将近100种商品的优惠。我家己出50块现金啊，地方甲咱市场有参加这个活动的摊商。买到120块以上的产品就对安尼，这种就针对这个熟食啦甲青菜这方面，甲一寡海产。消费者用50块一个铜板，那另外的一个铜板就至少要提供到100块以上的商品。另外一个铜板是由我们经济部跟我们自治会一起来提供的。7月份的时候会再跟这个参与的这100个夜市跟市场再来研商说后续我们怎么样一起来维持这样的买气。经济部表示，每礼拜3市场拢会提供限量400份的超值兑换券，民众用50块的金额就会当换券去摊商来买物件。相关的经费拢是由中央补助。7月底会来看推广的成效，才来决定如何维持买气。记者台中报道。
过来疫情转好哦，真侪民众拢真期待边境的管制放零，会当出国去佚佗。也毋过嘛，真烦恼讲，即马咱国内的保险业者已经停卖海外突发的疾病险哦，若属伫国外破病就无保障咯。经管会是表示讲，业者因为真烦恼讲疫情变化，所以可能爱等下全球的疫情稳定，才会去推出相关的产品。全球新冠疫情有渐渐转好的现象，虽然各国拢放零边境管制政策，因为国外疫情风险真歹预测，产寿险公司顶日陆续停卖旅游平安险中所附加的海外突发疾病险，引起民众烦恼，要出国煞无保险会当保。有立委指出，以民众询问度悬的日本来讲，即马规定去日本观光的旅客需要有确诊 COVID-19 给付的医疗险才会当入境。政府应该积极检讨即马机制。到最后一张保单是南山保险，6月27号停卖。任何一个国家的政策一旦松绑，那国人要去哪边买保险？可以在入境日本的时候，在机场加保，透过这个国内旅行社跟日本旅行社的一个合作的方式，由日本旅行社代为加保。根据金管会了解，业者会无卖海外突发疾病险，主要是烦恼是各国的疫情发展状况真侪，各防疫政策无同。未来随着各国的疫情稳定了后，业者才会当评估商品费率，也才会当甲国外协商各保险的代志。费率也比较清楚，它洽再保公司的部分也比较能过去谈。因为如果说比较混沌不明的状况之下，国外再保公司他也会担心。寿险公司解释，目前国内虽然停卖海外突发疾病险，不过一般的医疗险有原有提供新冠确诊医疗费用保障。必须停海图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疫情导致我们这个危险发生率不断的在上修。我们目前停掉的虽然是短期出国需求的海图，但是在一般的医疗险是属于比较长天期的部分呢，我们并没有把这个部分排除。寿险公司表示，除了一般的医疗险之外，民众若伫国外就医，健保也会对台湾地区以外的突发伤病紧急医疗有自定费用额度，民众汇估了后，拢会当申请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发生伫2015年法国巴黎恐怖攻击，造成130人死亡，其中有一个活落来嫌犯阿布戴斯兰，昨昏互判讲爱14人拢关伫监狱，嘛袂当假释。这嘛是法国有史以来上重的判刑。这件恐怖攻击案有20个被告，这嘛是法国现代法律史上规模上大的审判。法国法院29对2015年巴黎恐攻涉案的20个被告来做宣判。今年32岁，唯一幸存的嫌疑犯阿布戴斯兰，以方判定是谋杀、涉嫌着恐怖主义，也佫有诈骗，拢总5项罪名全部成立，方判终身监禁，袂当假释。这嘛是法国有史以来判上介重的刑罚。Je suis extrêmement satisfait des peines qui ont été prononcées. Je trouve qu'elles sont largement à la hauteur de ce que l'État doit faire pour se protéger de ce genre d'individus. Et c'est un message extrêmement clair aussi adressé à l'ensemble des personnes qui sont tentées par l'expérience de l'islamisme radical. 阿布戴斯兰正做法国自1994年以来第5个被判终身监禁、袂当假释的罪犯。这个案件拢总有20个被告受审，这嘛是法国现代法律上上介大的这个规模的审判。剩的19个人被判2年至30年3不等的有期徒刑。发生伫2015年11月13暗时巴黎恐怖攻击，包含酒店、餐厅、音乐厅，还有体育场，有真侪所在发生严重的攻击，造成130人死亡，还有494个人受伤。这嘛是法国以前以来上介严重的恐怖攻击事件。这场审判从去年9月开始，经过9个月审判。袂少参加审判的受害者拢表示讲，这个等待是真有价值。En tout cas, pour les victimes, ce qui compte, c'est que l'ensemble des scènes de crime, que ce soit Stade de France, que ce soit Terrasse, que ce soit Bataclan, ont été considérées comme
une unique scène de crime. Et donc, toutes ces personnes qui sont condamnées pour complicité ou pour les tentatives de meurtre ou meurtre sont considérées avoir participé à l'ensemble des scènes de crime. Et ça, c'est important pour les victimes. 有真侪幸存者甲被害者家属因嘛表示讲，伫个落长的审判过程了后，望会当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主要的代表组织 Life for Paris 嘛宣布讲，会豆豆来改善，伫个恐攻10周年纪念日了后，会正式甲关起来。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再来看全球的热浪是愈来愈严重哦，嘛因为气候变迁，变甲温度是阁愈悬，嘛愈常发生。联合国际气候组织就指出讲，对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的平均温度是升悬1.2度，主要拢是因为咱人哦是化石燃料排放的气体造成的。巴基斯坦这几个月以来，伫小影的影响之下，这礼拜的气温捌降到摄氏49度，百姓嘛因为安尼清在潮沙、走北、吐，还佫有身体欠水分。मजबूरी को कम कयूं था एतिरी गर्मी आहे जो हिते असां सिरां ठाहींदा आहियूं हथ बि असांजा सड़ी वेंदा आहिनि पेर बि असांजा सड़ी वेंदा आहिनि。东南部新竹省的城市贾科巴巴德6月份的气温一直维持伫摄氏47至49度之间。那南亚、美国甲欧洲部分的地区嘛受到小影的侵袭，意大利首都罗马的气温嘛强要到摄氏40度，巴尼甘半岛嘛袂输是烘炉共款。那中国新疆部分的地区，高温已经超过摄氏44度，上海嘛超过35度。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最新的报告，过去100年来，世界各地小影的温度是愈来愈悬，嘛愈来愈常出现。19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全球平均的气温差不多压悬摄氏1.2度。IPCC 还佫明确指出，大气内底计出来的小度，主要是人类氢化石燃料的气体排放致使的。那持续的高温，嘛严重威胁民众的健康。Što se tiče naših pacijenata, uglavnom se javljaju pacijenti oboljeli od kardiovaskularnih, plućnih i drugih hroničnih bolesti koje ove temperature. 大气内底计出来的小度，差不多90%去互海洋吸收，水核变小，地质酸污白化，水的温度加悬嘛降低送输的量，这是海洋生物生存真需要的。一个海洋生态系统出现压力，研究显示，2021年西北太平洋的小影。有几啊百万海洋动物死亡的原因，甲极端气候有关系。另外，冰川氧气、能源、甲交通的基础设施、作物，还佫有精神啊，拢因为高温受到损伤，影响粮食甲生活。根据独立科学分析的工具气候行动追踪，目前伫各国承诺减碳排放行动之下，到这世纪的上尾，世界平均的温度会压悬2.7度。伫温度压悬2度的情形之下，过去每10年发生一届的小影，会每2年就发生一届。人类减碳减排若是失败，全球平均的温度会压悬4度，每50年或者是每10年才会发生一届的超级小影，恐惊每1年拢会时常咧出现。公司新闻吴明玲编译。过来消息来看，远东纺织早起开股东会哦，集团的董事长徐学东，昨伫阿年的股东会是批评讲，咱国内电价起上过济咯。今仔早起，伊面对媒体哦，佮解释讲，伊毋是反对讲起电价，是认为讲应该爱慢慢啊起，毋通一届起遐尼济。远东集团下边的子公司本土纺织大厂远东新世纪30召开股东会，各界同款是聚焦伫个这个7月开始，工业用电起15%，对传统的纺织业到底影响有偌大咧？电的部分的话，它要转嫁，违反了公平正比。就算你涨价了，它还是回迁预期，它还有第二波的涨价，对制造业的竞争力是一个问题。远东新副董事长释家怡伫股东会顶悬讲，这波电钱起悬，初步甲估计起来，都要几落年才会当回收。若是看远东新的董事长徐旭东，伊是真美手，强调讲伊无反对电钱起价，嘛毋是咧批评政府，是要望望讲卖一捆头起伤悬。哇，政府有魄力啊，来15%，我不是 complain 哦，我不是批评，我们也不是反对涨，但就是说，今天。要 smooth 一点。对这个电钱起价，徐旭东伊讲，希望伫个9月电钱的审议会、电钱的计划调起了后，希望会当更较透明，和产业界来沟通，而且调起的对象应该都要更较全面，唔通干那锁定伫个用电的大户。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台北医学大学的教授黄颜华，甲伊伫台大做副教授洪赛林泰元哦，互指控讲因即对翁仔某涉嫌甲北医个科技部合作研发的干细胞的成果去申请专利，佮甲技术转移互上市的生技公司来趁钱哦。检调进行搜索，约谈相关的人士，信后这2个人是分别以100万交保。教授黄颜华看到媒体镜头挑工秘伫个因翁林泰元的后壁，面对提问，因2个人拢无要回答。因翁仔某一前一后，时刷就行入去台北地检署，经过检方透明来问，拢以100万来交保。检调29即天会来发动搜查，迄是因为发现到台北医学大学教授黄颜华涉嫌含伫个台大担任副教授因翁林泰元，共同来斗空啊，利用职务的机会，甲即个北医科技部合作研发的干细胞技术成果，甲占作家己个，则佫泄露互生技公司申请专利生产来卖，借即个机会来敛钱。专案是为涉嫌业务侵占、背信罪来侦办。涉案的厂商姓高的监察人，同款是互约谈，检方复审了后，嘛如令100万交保。伫个早过进前，致电互3个人，拢还未摕到回应。因那台北医学大学是发表声明表示讲，为着要来维护研究计划的成果权益，还佫有落实管理运用，会公平来处理，全力会来配合司法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卫生福利部公布个人死因的统计哦，去年的前3名是癌症、心脏病、佮肺炎。癌症哦嘛已经是40档来连续拢是第1名咯。去年是有51000个人因为癌症过往哦，平均10分10秒就有1个人因为癌症死亡。其中哦，肺炎的死亡人数上济。新冠肺炎的死因目前是排第19名，死亡的人数是有890来个人。咱国民众上新死因统计出来，卫福部公布去年110年18万4172人死亡，比前一年增加1.1万多人，其中65岁以上占9.3%。咱国民众10大死因，有关是以癌症排头一位，已经连续40年冠军，有5.1万人死伫癌症，其次是心脏疾病2.1万人，脑血管疾病1.2万人，糖尿病1.1万人。除了人口老化因素，去年1月份结婚也是死亡率增加的原因之一。110年的1月，大概有1/3的日子是10度以下的低温，所以在1月的时候，其实就增加了1800多人的死亡人数哦。另外，伫10大癌症死因的部分，也有关系肺炎是第1位，已经连续18年排名第1，其次是肝癌、结肠直肠癌。女性咽癌、甲电弧腺癌等，前10大排数，甲前一年差不多。也毋过，大体主要就是癌症死亡的时间，去年平均是10分10秒有1个人因为癌症死亡，比前一年近20秒。大家因为恐惧不会外出，所以其实会影响到可能有定期就诊或者是那些的状况，他们可能会因为这样，然后导致病情或许会加重。另外，卫福部统计也发现，新冠肺炎死亡排名是第19位，死亡人数有896人，包括咱国民众国外死亡57人，年纪主要分布伫65岁以上，占7%，死亡年纪中位数是72岁。记者综合报道。已经规划真侪档的高雄捷运的红线，佮有小港林园线、延伸线，将正式通过宽屏。因为考虑讲，经过石化工业区的安全性，佮有未来甲屏东捷运连接的可能性哦。沿线会设7个车头，内是地下的车头，一个是高架的车头。顺利的话哦，上紧会伫年底来动工。高雄捷运红线上南边原地是驶到小港站尔，即马确定会驶去林园。这条小港到林园的线规划真侪档啊，经过几届的审查，至到通过宽屏，消息一出来，互林园的居民真期待。我们很想有一条很平安的路，因为我们动工会区这边大卡车啦、大货车啦非常的多，我们年轻人要去市区、要去读书、要去上班都骑车或是开车都非常的危险。
民众毋望捷运带动当地发展，不过小港到林园这条线按算设7个站，其中 RL7 这站挖进中游的林园厂，地下有石化的管线，地面有废弃燃烧塔，甲化学气体的槽。为着确保施工甲交通的安全，行政院核定的时决定把这站向西平刷，用高架方式来设站。那原来中油所担心的，我们会离废弃燃料塔会比较近。那现在我们这样一移以后，那离它的废弃燃料塔也有680米。那同时离这个北侧的这个利乙溪的这个储存槽也超过了550米。那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安全的一个位置。7个站，敢若 RL7是用高架的方式，毋但是为着安全，也是为着未来若继续驶向屏东会当接起来。捷运局评估讲，赛后规划发包若顺利。小港林园这条线按算上紧年底动工，伫2030年完工通车，互林园到市区更较利便。记者综合报道。公立幼林园的名额以早是拢真歹抢，也毋过台南市今年所有2000个名额拢无受满。台南市教育局表示讲，可能是因为疫情家长想讲毋要互囡仔伤早去读册。台南市的教育局嘛讲，6都有3都拢是这款的状况伊嘛会继续观察。家长带囡仔回去学校，看到真久无见面的同学是真欢喜，也会当领礼品甲点心。场面看起来是遮尔热闹，不过其实台南的公立幼稚园今年招生招无满，也阁欠2000人。夫妻都要上班，所以没办法去接送小孩，再加上寒暑假，小孩没人照顾。公幼老师还蛮专业的。他们很了解幼儿的需求，对，然后学费当然是也很便宜。可能疫情的关系，我觉得还是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会把小朋友自己顾。会选择读公立幼稚园的家长，多数拢是因为离厝离较近，学费嘛较俗。若选择读私立幼稚园的，大多数是爸母拢咧趁钱的家庭，主要是因为无法度配合接送的时间。台南市教育局表示，除了受到少子化的影响，台南2岁到5岁囡仔敢若58000人，不过今年在职的敢若54000外囡仔，公幼甲准公幼拢招生招无满，恐惊甲疫情有牵连。因为疫情没有到这个公幼或其他的幼儿园，那可能自己照顾。另外呢，育儿津贴呢，从8月1号开始也提高到第一胎，那么可以5000、6000、7000，那么由家长那么来支领。那我想这个都会是一个原因，使得孩子没有到幼儿园。另外，公立幼稚园是4点下课，私立幼稚园是6点。为着要让家长接送较方便，台南市教育局嘛表示，要来延长公立幼稚园上课时间，提升竞争力。即使公幼有优质的老师教学品质也很不错许多家长是双薪的。他们到准公共可能提供到6点的照顾服务，这个部分必须要去重新再检视。台南市教育局强调，6都内底其实嘛有3都公立幼稚园招生欠超过2000人以上，算是普遍的问题。未来等待疫情收煞了后，会继续观察招生的状况，也未打算要减少教保员的名额。记者综合报道。这个化对台湾高等教育的冲击嘛真大这几冬大家拢真认真的招外国学生。政大最近是开全球传播跟创新科技硕士的学位，所以已经过军假，也毋过有香港、澳门、乌克兰、甲德国11个国家23个外国学生来报名。下手第一，期待和大家变做同学。政大全球传播和创新科技硕士学位学庭办秋天版的新生说明会，新生伫现场和线顶做伙了解。来自乌克兰的华绿地，伊大学就伫清大读，因为战争的关系，决定继续留伫台湾读册。The level of education in Taiwan is very high, and I really appreciate it. And you're not just learning one thing. You learn different, like communication, innovation, law, technology, and all stuff. 肯定台湾高等教育的品质，这个学庭强调培养跨领域的国际传播人才，这也起因华绿地来读。对澳门来的黄婷婷，几年前才对政大毕业，伊当去澳门做新媒体广告业。有一天学校寄这个学庭的介绍来，互伊真有兴趣。跟我以前在政大念书的时候比起来，政大的资源真的有进步很多。然后现在这个课程的师资也可以说其实是政大全明星的阵容。这个学庭有分春天班甲秋天班，计共50名学生。台湾的学生有27人，11个国家甲地区的外国学生有23人。学庭的主任齐美玲讲，疫情期间的国际招生有影困难。
高中生第一届进来的时候，真的完整的进来的就会有体在4月中，可是我们台湾5月的时候就开始就疫情又严重哈，开始实施这个远距教学。学堂是用华语甲英语的双语教学，外国学生就要有基本的华语能力。政代表示是希望因会当了解台湾的文化，毕业了后若留伫台湾，就会是对台湾观点出发来做国际传播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有一个15岁少年家哦，顶礼拜3开始行路环岛，较特别的是伊拍阿嬷的相片做花行。伊讲哦，阿嬷伫2当前过身，阿嬷真少出门去佚佗，所以就想要安尼做。伊嘛拍算要用40日的时间来说台湾一日。一手拖行李，一手看地图，纸名卡网写着15岁环岛梦，带阿嬷去旅行的少年家。顶礼拜2为台南出发，想要用40天来行路环岛，人已经行到恒春，沿途嘛当着真侪人甲伊加油打气。少年人啊，你真正赞！我觉得对他来说是人生中一个很棒的伊这次环岛家己规划路线，写客话书，甲妈妈请款，逐项家己来。出发到今嘛已经行了100多公里。伤忝的时阵，伊会甲家己讲，真无简单，行出着舒适圈，跨出人生的第一步，袂当轻易放弃。互人感动的是，伊的这个梦想是为着要带过往的阿嬷来看全台湾的美景。走路的过程中，下雨的过程中，出太阳的过程中，无论做什么，都会觉得说，好像就是心上的安慰。他就在那边看我就好，他不要担心啊，就让他不要担心就好了。少年讲阿嬷在世的时阵真少出去佚佗，才互伊想要带伊来环岛。少年的妈妈透过面册讲，真感谢路途中帮助后生的人。不过伊讲厝内毋是经济弱势，嘛毋是单亲，后生只是想要圆梦，写外界免管钱，嘛毋通透露着伊的行踪。真正有缘分拄着，家鼓励就好。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屏东报道。来看有动作团队批评讲，海上比赛粉鸟杯是真残忍哦，爱先甲船驶到320公里远的外海来放杯，真侪粉鸟啊挡袂牢。去年的比赛哦，大概是放45000只，也毋过只有700多只飞转来，所以动保团体是呼吁相关的单位，看讲敢有去犯着动保法。高龄超过10岁的粉鸟白鸡，看起来乖乖啊个温顺，也毋过伊捌经过一段辛苦的过去。抓一只鸟儿，它就会飞走，但它没有办法飞，可能也再也没有机会比赛了。有的呢就被煮了吃，剪断了翅骨之后丢往远处。平均每1个月有收到13件的鸽子救援案件，它占了我们所有鸟类救援的40%。真正驶到外海，将赛鴿放飞出去，类似白鸡这款会当平安参赛转来，无死亡，也是受伤防弹掉，阁会当活落来的赛鴿，已经算是幸运。敢若2021年的冬季南海比赛来看，4.5万只的赛鴿，经过距离渐渐久长的2场资格赛，5场正冠赛了后，只有1.58%，大约700多只的赛鴿飞转来。村内拢因为跌落海，也是其他因素死亡，所以动保团体呼吁相关单位重视海上赛鴿的责任。比赛如果是合法，为什么要牺牲动物的生命来换取庞大的利益呢？赌博为目的的动物竞技行为是禁止的。类似的这个案件，如果不是警政或是检调，单靠动保行政单位，这个破获的几率真的是非常的低。除了这个查获的案例以外，我们赌资也是相当的一个庞大。所以我们扣到的现金当然动辄数百万到千万。赛鸽活动还涉及了其他的行为，例如说赌博，或者还有掳鸽勒赎，这些部分呢都涉及刑事案件。立委甲动保团体指出，海上赛鸽文化责任已经和台湾的国际形象无好。农委会也做出回应，对动保法敢是要加入法则，将正行研究。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2020年的6月份哦，苗栗3义有一个姓吴的民众要修正徛街头前的一张大樟树，也毋过哦，这张树啊刷去第4节桥都歹经过的查某人，法官是以过失第4罪来判这个厝主8个月有期徒。也毋过被害人的家属是讲哦，这个厝主毋但拢无回失的，嘛无找因和解，这款判决因无法度接受。
行车记录器翕到意外发生的时阵，天气的状况真好，不过对向的车道、路边的树仔线熊熊倒落来，喊到一位骑奥多拜的负责人，紧急送医了后，有关是救袂回来。意外发生伫咧2020年6月13，迄当阵60岁姓廖的负责人，骑奥多拜沿台13线上北要转厝，煞伫咧经过这个路段时阵发生意外。家属提告，即马这位请工人捡树仔的姓吴的查甫人，以过失致死罪判8个月徒刑，会当继续上诉。没有任何足以警示、区隔封闭区域的施工警告标志或活动巨码，违反道路施工设置交通安全管制措施相关规范。法官认为，负责人有看到姓吴的查甫人咧指挥视力无问题，不过姓吴的查甫人咧进行插树仔作业的时阵，无够注意避免发生交通事故，敢若伫现场放2个塑胶笋，家己就徛伫咧路中央用手咧指挥，无顾到过路人的安全。那负责人的家属表示，这位姓吴的查甫人到当拢也未来协调和解，甚至连回一句失礼都无，实在真歹接受。对，很恶劣啊！他不闻不问啊，也在外面放风说什么他花了多少钱给我，一点都没有啊。家属虽然表示会接受这款的判决结果，嘛希望会当赶紧进行民事和解。那警方表示，民众若有使用道路的需求，应该先向道路的主管机关来申请路权，设置维持交通的措施，甲派人指挥，明确提醒过路人，才会当避免安尼意外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婚礼的轮陪，有一间购物店哦，吸盘录音带到放假红仔，因收藏的物件是800款哦。这头家讲，伊正爱世界去找一寡宝贝，嘛讲哦，这物件若是有新的主人，其实嘛是真好，会当将物件的价值佮继续传承落去。吸盘对机器练，唱出美妙的歌声。一台唱盘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啊，嘛是店头家介宝贝的老古董。这台是大概民国50几年的那个真空管黑胶播放器，那它有电台功能，这么好的东西你没有把它保存下来，真的太可惜了。我找到台中的老师傅，他愿意帮我修理这一台老古董，最后也还他一个漂亮的颜色，也还他一个漂亮的声音。邮票、吸盘、红仔甲旧相片，上百款的古早物拢伫一间店内。这是云林仑背乡的一间收藏店，店头家兴趣就是世界欧宝，找找古早物。在跳蚤市场里面，不是只有单一一样东西，在探寻的过程中，慢慢发掘到它有独特一种美。因为那个老物在流通的时候，你也觉得很欣喜，这个自己喜欢的东西获得人家的喜爱，你自己也觉得很有成就感，而且这个老物确实被保留下来了。虽然店内卖拢是旧物件，不过每一项拢有伊的历史甲故事。头家嘛希望找到愿意珍惜的人，甲一寡古早物的价值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草屯的客家协会，利用保产进程哦，甲农民税产来种番麦，嘛开好囡仔来办哦，互因来体验农村的生活，来了解农民的辛苦。我们用这种小圆刀，你轻轻这样翻掉，它就开了。认真听农民教要安怎办番麦，真心落去试，也是有淡薄仔无顺手。不过大家人的表情看起来拢算甲真欢喜。过无偌久，就有民众摸10外斤行出来，蛮较真满足的款。真好耍诶！无有人捌来产，你唔知番麦生做安怎？很难得的机会啦，可以来享受一下农村的采收的快乐。这是在都市里面很少有的。这参加的成员拢是头一届办番麦，欢喜要甲家己办的番麦炸转去分互亲戚朋友。南投草屯客家协会去年就捌办番麦活动。开放予协会成员看要冒偌大区的田，等番麦会当收成，就会当亲身去办。有家长带囡仔做伙体验，希望予囡仔了解番麦生长的过程，嘛了解农民的辛苦。我今天去采了玉米，进去了之后也很辛苦，然后身体也会很痒，所以我很体会农人的辛苦。面积去年1分地今年又再增加1分地。像安尼挂菜啦，还是玉米啦，有的没有从事过，因等于拢会尝试讲，我来试看看，所以都蛮成功的。草屯客家协会表示，这2年的活动拢办甲真成功，未来嘛有可能会规划无同的农业体验，
互都市人嘛会当体验做事人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台北市的大龙市场，当个筹备一个世界唯一一间艺术主题博物馆——小红厝，希望透过展览幕来推广性别平等的观念。草画家甲摄影家甲因对艺术的想法表现伫创作，推广艺术平权的非营利组织红帽仔协会筹备成立目前全球唯一一间以艺术做主题的实体博物馆，29即天来开馆。官方希望女性对家己的生理甲心理各方面会当更加了解家己。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多的是月经议题，包含我们月经贫穷个案的故事、月经污名化的案例。那未来呢，在这个博物馆当中，也会有各式各样跟身体意象有关的艺术特展。红帽仔协会表示，因开3天的时间筹备这间博物馆，而且挑工设伫市场内底，就是希望对8岁到80岁女性，甚至是男性，拢通对艺术更较有同理心。因讲，根据统计，全世界有58%的成年女性认为艺术来，因会感觉歹势，这甲咱的文化、理想、基建等等拢有关系。因为呢，我们历经各种不同的生命阶段，包括从月经，然后到我们开始这个怀孕哺乳到更年期，我觉得月经对一位生理上的女性来讲，我觉得都是一种祝福。红帽协会表示，博物馆透过观念的了解，还有一寡文创商品等等，希望大人囡仔通落实性别平等，嘛希望女性袂阁再因为艺术来就感觉解决。记者陈亚李玉凯台北采访报道。观众朋友敢捌听过 Pickleball 这项运动？伊的算法是甲网球、羽毛球佮乒乓结合做伙，拍起来是比网球较轻松哦，嘛袂遐尼大的球场。目前伫全美国拢正时行，咱啊做伙来看卖。球场几多组人当伫对射，因用的球拍比拍网球的较短，所用的球比乒乓较大粒，拍法真像倒球，毋过无球刀啊，甲人球网啊，球拍入要家己场内时阵，爱落地一届才拍。这项运动叫做匹克球，1965年为西澳岛成流行。迄个时阵有3个爸爸当伫找找一种适合规家伙仔人的运动，所以才发明这种结合网球、羽球甲倒球的拍法。这个名是因所饲的一只狗来取名的。因为匹克球拍起来真轻松，最近伫美国真流行。不管是退休的长辈，还是想要减肥的家庭主妇，拢会当轻松运动。I lost another 10 pounds. You know, it's just amazing. It's just amazing. You know, and I'm more active. You know, I find myself I have more energy because I'm running a lot on the court. You know, and it's not very heavy on the body. I found a community here and started playing. And it was kept me from day drinking. So it was a really fun community, and I've met so many interesting people. 一个原本拍网球的少年人，接触匹克球了后，就真爱拍。You know, I told myself, you know, I'm going to first start out with pickleball, and then I'll transition back to tennis since I haven't played tennis for such a long time. But you know, ever since then, I've only stuck with pickleball. 目前全美国差不多有480万人爱拍匹克球，因为拍球的人增加，这项运动开始吸引赞助商举办正式比赛，也有运动频道加入转播，搁较有真爱拍的人当地推动将伊纳入奥运比赛项目。一个爱拍匹克球的教练讲，这个运动未来有可能变作比网球搁较受欢迎。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来看非洲的莫桑比克哥隆哥萨山，过去是军事冲突的战场，也毋过签和平协议了后，当地人是放下武器，改业低头来种咖啡，嘛种出30万丛的咖啡树啊，创造300外的工作机会。充满热气的哥隆哥萨山，尤其是这几年，伊的森林愈来愈旺，为空中看过去，花口部分依然有一寡无树的土地，毋过相信真紧就树啊大丛，这一切拢是咖啡的功劳。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genous plants and the coffee does grow very well under shade. 咖啡生长爱树荫，所以每种一丛咖啡应该种一丛树啊。伫哥隆哥萨国家公园工作的奥巴萨，今年前为逃避莫桑比克内战，到甲辛巴辉，而且发现咖啡文化将上海知识找回这座山。We have got an objective to reforestate. So with the coffee, we are very successful bringing back the Gorongosa forest.
莫桑比克内战1992年结束，不过2013年继续爆发难产冲突。冲突期间，反恐军总部就设置哥伦哥萨山这片加比山地附近。拖到后边几年被围困的反恐军甲亲人为维持生活，过度措施一直到2019年，政府甲反恐军签署和平协议，不过森林继续破坏，一直到有专家介入，讲每失去一丛树就失去生活，就开始引进加比正式计划，招募国际有名公司进驻合作，因为种加比树要几年时间，这计划搁种粮食，互社区居民会当生活。Interest them in reforestation through additional income, creating additional income through coffee, but also intercropping with other cultures while the coffee is growing. We have production of bananas and we have a production of beans. 俄乌战争影响全球物价，莫桑比克也感觉土地甲环境部长科瑞亚认为，这需要减轻安尼压力，爱增加产量。世界银行表示，哥伦哥萨山即马有30万丛加比树仔，40万丛油果树，400个棚箱，也有300个新的工作机会。这加比已经出口到全世界，利润一个人放入去产区当中。2008年，莫桑比克政府甲美国慈善家格瑞格卡尔建立20年友好关系，也有被世界银行俄罗斯典范，或者社区20万人受益。公司新闻恩文玲朋友。下晡半的天气，咱来看个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华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